好，直播即马送出去吼。昨读甲哩哩啦啦吼，读甲爱困的，佮家己进前读啥物拢袂记啊。今仔日佮小可看者，感觉才生分。好，即马要读1643年4月25即天吼，内底有收一个文书，叫做 Christian Smartbach， 伊伫避难社所写的日记吼，是对3月22一直写到4月19。好，咱已经读到3月27吼，3月28，敢若昨昏有读啦，但是我拍算搁重读啦吼。3月28。约罗伫中昼的时阵派出去迄4个人转来，报告讲上述的卡邦是一个邮长吼。我拄则看卡邦是一个邮长，叫做是卡邦Boboras。卡邦是啥物物件 ？CAPANG。CAPPANG，CAPPA，对，是一个村社邮长叫做卡邦吼。这3月27就写讲，这个村社叫做嘉林吼，嘉林社吼。这个村社邮长名叫做嘉邦。嘉邦无伫厝诶，迄天派4个人去找伊转来。所以3月28就是伫咧中昼诶时阵派出去迄4个人转来报告讲，嘉邦已经伫咧要转去厝咧诶途中，因此今仔日又搁会当暂时继续留落来吼。下晡，迄个嘉邦已经转来吼，互伊小休困了后，就真严厉来责备伊，为虾米无遵守伊的诺言吼？为啥无遵守伊所答应吼？牵线去放所社附近的边地吼。头前有写讲，因答应讲要刷去遐吼。对此，伊回答讲，伫咧18工前吼，约18工前，伊去遥港，为着要亲自去台湾见伊阁下吼。应该是长官阁下，伫遐看到几个生仔人住伫遐，就请因来斗3工带路前往台湾。迄寡生仔人毋肯家己带路吼，抑阁讲，若是讲伊去到台湾，就会亲像资本社的人安尼向抬头吼。因此呢，才起着惊啦吼，所以我头转来吼，伊已经先伫个。人社吼，人社下底有字卡看觅人社。第5个字卡人社，就是迄个卡人社的笔误，或者是另外一种写法。卡吉兰社，卡吉兰社是啥物所在？敢若是猪本台东遐个款吼。咱转来一只3月28，伊起着惊嘛吼，所以就回头转来，已经先伫咧人社附近看过一道地吼，并且留2个人，伊的人吼留2个伫遐等遐。扑草木，所以就甲伊讲，迄寡生仔人咧讲白贼吼，讲迄寡资本社人向太即代志是白贼啦吼。因抑阁活着吼，规地个已经去看过的土地吼，毋知啥物意思吼？去看过土地，并且留2个伊的人伫遐咧。扑草木，我感觉这是毋是印刷排版排毋对去？
如果伊讲的是实话，安尼就好，表示对阮所讲的完全认同。若是讲伊敢若只是嘴讲讲尔吼，实际上并无遵行吼。因此，伊议长阁下命令第四遍吼，也是最后一摆吼来警告伊吼，必须拆掉伫遐的厝，带领伊的人迁徙去放沙附近的边地去遐住。若是无遵行，就会遭受着像龙桥社人和资本社人所遭受的处罚。对此，伊真诚恳来答应，讲一定会以上紧的速度带领伊的人去遐去经证吼。3月29日早起离开遐前往帕西巴社吼，并且继续前往塔巴里，伊后壁汉字括号汉字写泰马里吼，泰马里，并继续前往塔巴里社。约伫暗时3点钟吼，暗暝啊，透早应该是透早3点钟吼，到遐伫遐过暝。这是有写毋对无？早起离开巴西巴社，到暗时3点，这个太魔力哦。好，太魔力社的人伫我离开的期间，捌数次来攻击资本社的人，对遐带转来3粒头壳。因恳求讲会当允准因继续去攻击迄个资本社啦吼。对此，我回答讲，即嘛袂使阁去攻击因咯吼，并且命令因伫接到议长阁下对台湾传来命令以前，必须爱互因安宁平静，若无家己将反而会遭受攻击。此外，我也甲迄寡泰马里国村社的酋长讲，因拢真清楚，伫荷兰政府属下约已经5年半，受到即个政府武力的保护，会当免遭受到因的敌人龙桥社的人和资本社的人的攻击，和伫放沙社以及大棒连社附近以及其他真侪阮的盟友的国社居民相像吼，会当和平生活，将来还阁会当会当继续和平生活。因此，为着要报答并且承认因政府的德政吼，爱蠕动迄寡伫放沙社附近以及伫南方其他村社已經實行的安尼，將來每一戶人家攏必須要按照伊閣下所決定的數量繳納豬仔或者是米。因講因的豬仔，因的種豬仔田真少啦吼，資本社的人嘛毋准因去田入去種植吼，所以因主要食物是大麥、番薯和欧比吉斯，后壁括号写讲毋知是啥物件吼，欧比吉斯。所以呢，以议长阁下名义啦吼，命令因将来爱种植搁较侪产地吼，因为已经和平无战争，所以有充分的时间嘛吼。而且如果收获比因习惯上所需要的还搁较侪米，因就会当用来交易空眼布、冷气等等的物件，也会当像伫南方的其他各村社安尼有丰富的食物、酒甲衣服吼。因为安尼，所以因就讲，因将会尽量来种植，并且按照伊阁下的意思来缴纳猪仔、甲米或者是米。3月31日早起，如上所述，长老一群长老哈，拢来即个君主的迄个所在，
我来了后，即个我拢是迄个文书啦吼，文书叫做啥名？佫袂记啊。文书叫做 Christian Smallback。3月31号吼，早起如上所述，长老文吼，就是一阵长老拢来到即个君主的所在。我来了后，先以议长阁下名义因大家来请安啦吼。对此，因谦虚来感谢，然后甲因讲，议长阁下对以前和龙桥人作战的时阵，因无插阮的条款，无来战场当作作战，非常无欢喜。对此，因无回答，只敢若讲，将来伊阁下若是有命令，将会搁较顺从吼。所以就甲因讲，对于阁下的命令，莫像伊安尼，不要像伊那样啊，绕高一字的款吼。可能是莫像伊早安尼吼，因为讲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用话吼，莫甲即个议长阁下的命令当作是废话吼。迄是议长阁下还是长官阁下？也毋通照因古老的习惯的想法，认为讲荷兰人不过是3-4年才来一遍吼，到时阵就知影要安怎处理吼。毋是安尼吼，阮随时就会当来，按照因应该受的处罚来处罚因。如果即种代志发生，就像讲已经发生过几摆安尼，为了公司，无论因秘伫倒位，阮拢会来找因吼。阮会4遍、5遍、6遍到10遍，甚至搁较侪遍来找因。将来如果还搁放任顽强和叛逆的顽强和叛逆来主宰因的心思啊，整个春夏拢会比厝啊甲凄惨惨吼。因讲即道请原谅因吼，将来必定会搁较小心。基础甲因讲，因已经真清楚吼，即5年半来，伫咧荷兰政府属下会当和附近各村社和平相处。对因的敌人龙桥社和资本社人，也因为阮来受到保护，以后也阁会继续受到保护。因此有义务报答，并且承认因政府互人感觉愉快的德政。爱像放沙社和大爆乱社附近，或者是南方其他村社已经实行的安尼，将来每一户人家拢必须要按照伊阁下决定的数量来缴纳册啊。因讲，因愿意尽量来缴纳，只是因的筹产吼，因的产真少，所以就鼓励因爱做开辟筹产吼。只要有所在开辟，就去开辟吼，毋免惊任何的敌人。阮伫咧台湾的议长阁下为此会保护因，安尼因就拢满意，并且讲到，伫我离开的迄个期间，因是安怎去挡2粒资本社人的头壳吼，并且拍算，若是讲我愿意派2个士兵下面同齐去吼，因就拍算讲明仔载还阁要去遐，如果无士兵同齐去，因毋敢去。因为龙桥社的人送一支步枪以及荷药和枪支予资本社的人，对此我甲因讲，伊阁下并无命令去下面继续作战，因此现在必须要停止作战，听候伊阁下的命令。即寡话讲煞，就按照习惯用食物和酒好好招待因。迄寡长老同齐实行了后，
就个人去往家己的路离开咯。4月初一，我去海边啊看看，迄座房屋是毋是看讲迄座房屋是毋是已经起来？迄寡货物是毋是袂去互雨水淋着吼？到遐以后，看着一切拢真好，约了伫咧中岛，命令迄2个士兵爱好好看守货物，紧放核载机以后，就搁转去避难社，无久就到即个社呢，下晡落大雨。咱讲伊日子写到4月19嘛吼，基本上读到4月初2，有一个蒙诺斯社的人，名叫做安义，来我遮带来2条水鹿腿含一寡酒，伊讲是被资本社的长老派来吼，以因所有的长老名义来向我请求原谅因吼，任命因莫用刀或者是饥饿，互因拢死去吼。因愿意做一切爱因做的代志。我就回答因讲，我无即个权力，不过爱叫3-4个因的长老来避难社呢。我要含因当面来交代，因袂受到伤害，因为到时阵我将会传令避难含所有附近的村社，不得伤害因。即个人就离开转去。4月3、4、5、6无其他的代志，只有伫咧派人整顿迄寡已经荒废的公司的残垣。这若无14天是清理袂了的吼。我小姐，我摕只水来啉。4月初7暗时啊，上司的安义个啥物人看袂出来吼。伊搁来我遮甲我讲，有3个资本社的人来到即个村社外面，因为真惊会去用台死，所以毋敢入来。因此，我就派几个荷兰人，加同翻译员 Anthony 去遐甲因带入来。来到我遮以后，问因讲要来创啥？因回答讲，希望会当搁含荷兰政府来对话吼。避免因为受到避难人和泰莫里人经常的攻击来死亡，村内人因为饥饿来死亡去吼。只要我甲一块地吼送因一块地，互因去住吼，就算讲是伫避难社和泰莫里社之下吼，住伫咧基本溪边仔嘛好，因要踮咧遐建造房屋。甘愿做公司爱因做一切代志，所以我就问因，即马是毋是要承认因较早所犯的重大错误和反抗？就是经过多处的警告，因嘛无甲村社搬到边地来吼，毋肯替公司搬竹啊和藤来，毋肯甲长官Troudenius 的行李，早去避难，颠倒是伫半路中就甲等伊甲吼，是毋是有看到迄当阵因安尼做的效果已经是如何吼？因回答讲，因已经不只爱认错，而且非常后悔吼，搁较要承诺讲因终生拢袂搁发生即种代志。我来甲因讲，
关系到因我请求要取得和平甲以前的自由，我无即种权利吼，迄是阮议长阁下的权利，因此我袂当甲和平和以前的自由来应允互因。不过，因为我真明白伊阁下一向公正自卑，无爱闹费的即个代志吼，所以伊欢喜看到所有人拢和平相处。超过欢喜看到互相来相见吼，所以即次我来负责伫咧猪本溪边啊，互因甲因指定一个大的所在，条件就是因必须要和平来当作是公司的路例，继续住踮遐，一直到伊阁下对台湾有命令来指示爱如何对待因。对此，因非常感谢，嘛非常的满意，并且请求明仔载就去请求明仔载就去指定互因的所在吼。我就甲因讲，即嘛随时咧听候旁船的到遮吼，因此也袂当离开此地。不过将伫咧本个月15或者是16号去猪本溪看因。所以呢，佮派人送因到村社外，互因家己上路转去。4月初八，西鲁社，西鲁社迄个主卡地市，又叫做苏拉萨就是沙捞社是伫咧花莲县瑞穗乡瑞穗。第7，主卡第7伫倒位？遮4月初八西鲁社有一个人来到此地互伊小可休困了后，就问伊讲：马泰安社、比萨南社、苏普连社，即后壁主卡第8塔卡里社第9和迄附近其他国社情形如何？伊讲，除了马太湾社以外，马太安马太湾社以外，一切拢好。马太湾社人甲西鲁社的人掠去做奴隶，甲西鲁社村社拢毁坏去佮问伊讲，伫塔卡里社附近或者是迄一带拢无看过荷兰人，敢有看到荷兰人伊讲无，所以就请即个西鲁社的人去马太湾社，甲酋长罗龙讲，我交互伊保管，内面有一只乌狗和盐、胡椒甲一批灰仔的篮要互伊带来互我。要甲伊带来即个所在将为伊的心是啥物意思？辛苦将为他的心送康安布，将来为着伊的辛劳吧、辛苦吧送康安布互伊。伊讲明仔载就会去遐去摕迄个篮。4月9号、10号无代志。4月11号，迄个贵族 Permonich 甲我讲，伊约了伫咧1个月前去过苏普拉社，伫遐对酋长听讲，迄个旧年5月破病单独留伫咧马太湾社的士兵 John Huberts， 毋是家己病死的，而是伊算倒伫眠床顶咧休困迄当阵鼻2-3个头目，特别是被一个名叫做欧甘噶真老的老人用棍仔拍死。对此，上述的 Permoni 回答讲，如果荷兰人听到即个事，一定会来处罚。因此，上述苏普拉社的酋长恳切祈求讲，
请伊来守秘密，毋通甲任何毋通甲荷兰人讲吼。啊，若无马太换社人，就会甲伊含因全社的人拢拍死吼。4:12，有几仔拉比卡社人吼来向我请求讲，因的村社伫悬山顶，问讲是毋是会当来迁徙来海边的比堆吼？就是啊，拉比卡社的人吼，无注脚，毋知是啥物所在吼。讲来应甲荷兰人请求讲，互因当去即个悬山顶迁徙去遐做主。因因本来村社伫悬山顶，然后问讲是毋是会当迁徙去海边啊土比堆吼？而且安尼会当保护人免受即个泰莫利社人的攻击。伊嘛愿意像其他的村社安尼来为公司做一切代志。对此，阮回答伊讲：迁徙比对毋免惊吼。伫4-5天内，我会去泰莫里社，会命令因拢不允准干涉别人，嘛袂使为难别人吼。4:13、14无代志，只有继续落雨。4:15。上次迄个西鲁社的人对马太湾转来吼，报告讲，迄个酋长罗朗吼，和其他的人回答伊讲，若是讲我要迄个拿就必须爱送34匹精美的空间布和一寡珍贵的玄蚵。就是必须爱送3、4匹即个精美的玄蚵啦吼，去，啊若无爱互伊吼，就是虽然价钱无悬，但是无瘾卖吼。4:16号无事。4:17号，早起约了10点钟吼，我解动4个士兵。翻译员 Anthony。含30个卑南人出发前往基本的原野，下晡到遐，受到150个壮丁的欢迎。迄寡卑南人看到因，因为真惊，又搁转回去卑南，只有10个人还搁留落来。到迄个原野的厝里以后，因为落大雨，只好踮遐过暝。因的长老拢有来遮组织，搁再一次求和，所以就甲本9月7号伫咧卑南社迄3个派来的长老所讲的话，就是因无啥听话，结果搁再一次讲互因听吼。因承认错误了后，就真诚恳来应允讲将来一定会改进，愿意做一切公司要爱因做的代志吼。4:18，早起伫咧基本溪边仔指定因所住的所在吼，条件是讲爱踮遐以公司路的身份来带到伊阁下有关命令落来了后，以及去掘迄个死亡的士兵吼 Hendrik van Diemen's 的墓吼，掘伊的墓，迄个地区传说讲，该坟墓被日本社人去挖开吼，甲迄个尸首的头、手甲骹拢扑掉吼。看到尸首完好了后，就带领规仔日本社人前往泰莫里社，伫咧中昼到遐，因为要甲批信写了，即工就留踮遐。即个泰莫里社的长老就拢被调来我遮，我甲因讲，这附近所有的村社伫南边的和北边的，拢强烈来控诉因讲，因用暴力夺取因的猪、米、大马，
迄个贝壳要哪个贝壳，含珍贵的旋律，即寡情形将写去，甲阮的议长阁下讲，为了要查证，即张批将暂时保留如果有确实的证据，或者是要搁较侪伫个即5年半内发生的即个控诉进入来就要甲即张批寄出去。因极力辩解讲，因是诬告迄寡物件是由心怀恶意的人互因的。4/19，派士兵阿斯姆斯·夏兹和威廉·克雷斯·van Schulen 送即张批去经由塔加布写去台湾，互伊阁下。下对接热兰遮社日至4/25，迄三个伫个要前往避难社山区的小村社、波波拉社、加林吉社，甲一个塔加布社的酋长，因也拢来台湾咯因为上司斯马巴克甲因讲的话，要来请求阮准因住伫个指示因村社爱去迁徙去的迄个平地所在因讲早着为着即个目的要前来取地，但是因为爱收割农作物，抑搁爱为将来的即个食物来压制啦因此着延前到即马才来。今仔日无用你检查，生理人招式上5含即个铁林所定买的即个所订购的即个废弃的备忘录含样品。今仔日无用你检查，即个生理人招式上5含铁林所订购的即个灰仔的备忘录含样品，因分别来订购，以免完全依靠一个人因拢答应讲，对即马去5个月来，确实交来精美又搁为了真水的即个灰仔，愿上帝互因如此实践袂讲袂讲诚做是西那人咧讲的空话4/19。过来，所以即篇总算读煞4/25，落长，内底包括迄个文书所写的日子4/26，无值得记载的事无准则出入。4/27。啉遮水。4/27，伫本个月25号，对个塔加布山区前来取地的迄寡酋长，今仔日下晡来议会，伫因的请求之下，准武就是允准因伫个放哨社南平约4英里的所在建造因的村社因约有300户。即个代志要写批，甲迄个团队 Andreas Marquinhos 讲爱伊甲即个代志通过迄到位的居民今仔日也决议要写批互斯马巴克，将会允准资本社的人住踮个边地迄条溪边接到即通知以后14天内，因必须要来遮请求许可，若无若4个月拢无法度摕到许可，抑阁会去追捕因阁会去掠因有感伫生理人招式对伫
供应所定固的费用表现甲非常无情愿，而总督阁下特别命令，要尽量符合样品的要求订单。因此，就决议，莫讲一个人，莫讲干那一个人来订买吼，爱搁较侪人来订买，而且决定伫咧充分的保证之下，遵照总督阁下的命令，要交一箱的钱，互即个生理人摕啉。鼓励伊供应一部分的费用，尤其是即个生理人普遍有比 Joe Smith 最近所供应的搁较侪的即个费用吼。将要伫现在起5个月内确实运来交货，详情请看今仔日的决议录。今仔日收到对网港写来的批信，的确，迄下工程因为大风雨受到一寡损害因此就派遣为了点收费已经担了6-7天的商务员John Barnes 带着所有要求的使用品去网港。并且写一张批去调换上司 Adolf 啥 Poppin 转来辩护讲努力实在是无好做吼。毋是，并且写一张批去调换下司 Adolf Poppin 转来辩护讲努力逃走等等的案件吼。并且派中士Hans Osenberg 去接替伊的职位今仔日是透南风又搁落雨的天气，一只篷船对南方来到遮，载咸鱼，载12个人。4个礼拜。4个礼拜，好天透南风。本国个25号对避难转来迄2个士兵当中的一个名叫做 William Clarence Van Schulen 今仔日下晡出发，要搁去避难交互一张批，摕去答复派驻伫遐的 Smallback 写来书信并且命令伊一寡代志。如今仔日伫咧书信簿内底所详细记载安尼。对啊，4个礼拜嘛4月29落雨天，有强的北风。因为3只篷船已经准备好要去归人含淡水交易硫黄甲含其他物件，所以就写批去互队长 Harrosy 含中尉Pedel， 希望讲较早一点收到阮派去找金矿的军队已经到遐，并且顺利成功的消息。嘛甲因讲，将上述的篷船到遐了后，应该会做一寡啥物代志详情请看今仔日的书信簿。今仔日开始收赤坎的糖，估计袂收到3000块以上3000担以上。对新仔也买着糖金价阁买无着丝含丝制品虽然不断利用生理人来向往新仔的机会，继续写批去新仔来去甲因吹送但是也无法度明白新仔人你变啥梦互阮对日本的侮辱，有时完全爱拥赖因的意愿
因的意愿是要设法，互阮的日本贸易欠好哦。因即种念头有时会露现出来哦，因为无运相关的物件入来吼，但是要趁出阮的钱甲银吼，所以就尽量愿意前来要听候巴达维亚的有关命令吼。即卖也阁无需要黄金吼，权力爱阮接受。虽然如此，阮也是毋敢无接受吼，因为 Traidenis 阁下捌非常讲虽然不断利用生理人航空西那的机会继续写批去中国吼，去甲因吹吼，但是也是无法度明白讲西那人到底是咧变啥吼。互阮对日本的贸易有时啊完全仰赖因的意愿，而因的意愿是要设法互阮的日本贸易来欠好，所以因即种念头有时会显露出来，因为无运相关的重要项目来，但是为着要趁阮的钱甲银，却尽量运来要听候巴达维亚的有关命令。现在也无需要的黄金，极力爱阮接受。虽然如此，阮也是毋敢无接受，因为 Traidenis 阁下捌经验力来劝告，必须要接受，以免中止即项交易。好。4月最后一天啊吼，4月30。4月30，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两只高野船吼离厝航往南方去普查，各载12人。5月。5月初一，北方落雨的天气，两只篷船对烈士来到厝地，载运150担的盐，39个人。今仔日收到118订黄金，是顶个月17号，迄只篷船对安海载来厝地吼。即寡黄金将会以约300里尔来付清，不过即笔货款将来会等到因先甲日本市场需要的丝甲丝制品运来，才要支付哦。如果伫即个期间巴达维亚无来需要的黄金，无再来所需要的黄金，安尼即寡黄金就会归还因。迄寡西那人西那生理人保证讲，只要现在确定黄金的价销，莫更改吼。安尼就只敢若需要2-3个月前通知，就会当都会当载回来吼。而且希望安尼小数量的即个货物吼，是指黄金啦吼，爱含丝甲丝布有共等的即个利润吼。这是5月初一。5月初二，好天北方有下日的船只出航前往其他所在货物甲人数如下：一只前往打到普查，2只前往金门，再有咸鱼，4只前往洱林甲附近的所在，再有300袋盐含1000个空的麦仔酒罐吼。要用以早要用来含即个居民交易，合计再有140人。中昼一只小篷船对金门来到遮，载来420担的面粉、10担的面粉、32担的铁，含750个铁鼎吼。再有29个人，伊对因来知影讲，食心含努力篷船所需要货物已经拢载来，但是因为有10个到12只海贼船吼，半固伫海岸
伫咧安海头前吼，所以呢，伫咧赶着迄寡海贼船以前吼，因拢袂出航，大概爱真紧就会甲迄寡赶海贼甲赶着吼，甲赶走，因为赶离翻亚吼，即个新的即个赶离叫做翻亚，已经命令一关用几只篷船去赶着因。5月初3，5月嘛是记甲甜甜甜啊，无一工落到的。5月初3，好天北风，中昼对一个来自小琉球的新仔人知影讲，迄个找袂到的Samuel Miles， 伫咧旧今仔日约13工前，被一只新仔渔夫的即个独木船吼。带去着小琉球，声称讲议长派伊去遐捕猎村内的小琉球人吼，因此伊阁下交一张股票的，因此伊阁下交一张收关书去互即个朋友要早转去小琉球的新仔人含其他伫遐岛上所有的人。会当甲迄个 miners 掠起来、绑起来，带来厝内吼，或者是交互阮派驻的即个会淡水的人，并且劝因提早甲伊掠起来。5月初4。风和天气犹原像昨昏，两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载有80担盐甲30支条啊，载34个人，也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福州，载有1批胡椒和本地的藤吼，载60个人，也阁有行李人撇过篷船也出航前往淡水和鸡人，再有4000罐西拿啤酒和40担盐吼，载30个人，其中有18个乘客吼，就是敢若坐船尔吼，无咧做工咧。其中有18名乘客吼，按照那不要紧。再有4000罐西拿啤酒和40担盐吼，再有30个人，其中有18名乘客，包括迄个裁缝师，画枪就是鞋匠吼，面包师傅和渔夫，交一封阮司机是本国个2号的书信，互因带去，互伫咧鸡人和淡水的队长。Harold 和中尉Pete 今仔日写一张批互团长 Andres McNeil， 因为犯罪案件伫迄个上南部的村社非常的迄个猖獗吼，猖獗是要安怎讲？就是种犯罪案件太侪了吼，因此计划后礼拜六。要想办法来阻挡，为此呢，来向因建议讲，伫咧迄个时间以前，爱甲迄寡村社规个上主要的罪犯，然后拢带来厝地吼，带来厝地处刑啦吼，安尼就会当互其他人看看，阮如何来处置即寡人。如同好为依其好的司法吼，作为因的见解。好，这是5月4号，5月初5。5月初5好天西风，下日的船只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好运甲人数如下：一只前往沿海载有胡椒甲鹿仔肉。5只前往北边的淡水，载有380担的盐和200罐西拿啤酒，合计载91个人，
今仔日有四只船对南方来到遮，再有一批鱼新茶甲丁吼。顶头30个人，也有2只是对即个土架啥物所在？对土架来吼，再有300捆的粗制灰仔吼，一批房啊20稻米和50撮盐，啊，再有42个人。因为即几工拢是打扫的天气，所以今仔日就开始收尾落坡。5月初5，过来是5月初6。5月初6，好天北风，有3只帆船来到厝地，其中2只对南方来，再有丁甲茶新，再有18个人，另外1只是对历史来吼，再40担盐和780担40担盐和300捆的茶啦吼，再有16个人，也有1只用客船吼。出航前拢下门载一批咸鱼转来，再有44个人。5月初7，5月初7，风甲天气悠然像昨昏吼。一只高雅船出航前往南方普查。再有6个人，也有下列的船只来到位，就是第一只是对平湖来，有4只，只对平湖来，4只是对历史来吼。再有300担盐和80稻米，再有105人吼。今仔日决议要修改迄道关系着腊狗的告示，决议讲任何人公司人员除外吼，若无得到议长的许可，袂使去拍蜡吼，并且决议人头税单爱按照巴达比亚的做法，将来需要由2个人签名，并且决议为着要补贴新造的墓园的费用，将来利用该墓园埋葬的人，必须要付钱，就是一个单号。必须要付钱，就是一个坟墓吼，伫咧露天的边地上的，爱支付2厘。我看卖时间吼。好，即个头煞吼，就是一个坟墓若伫咧露天的边地上爱付2厘，伫咧长廊下爱支付10厘。如果有家庭的人爱要伫长廊下买有穹顶就是拱顶吼，即个坟墓，一个坟墓爱支付30厘。离开的时阵不得出售墓地。其所有权归公司所有，并且指定商务员 Nicholas 地富先生来记绍并且管理墓园。William Andrews Knupp 为着要挖墓的人吼，最后决议因为即个城堡的灵宝群力，还阁要完全来铺地砖。伫即个城堡的围墙工程，还阁会剩一寡砖仔，所以决定要用即寡村啊以及帆船，还阁会经常载来砖仔来铺地砖，也要用即寡砖仔开始来铺盖四角的城堡，就是迄个角城的阿姆斯特丹灵堡和 Gelderland 城灵堡吼的社墙啦吼。好，5月7号今仔日读到遮。
好，芭比，你敢方便讲话？哦，安尼哦，你无闲无？你是不是跳高音甲我点名？无，毋是，啊，就剩你一个无点声。我想讲你伫个，啊，你开讲者。无啦，无啥代志啦，我嘛忝啊，10点半爱休困啦。好，今仔日拜四吼，所以后礼拜再继续读啦吼。OK， 好，安尼再会，我要归房，好。多谢大家。嘿。